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澎湃海产，唔免开大笔钱就食会到。这是桃园龟山巷仔内有一间内行人才知的海产馆，逐工开店进前排队排甲老长，特别是逐礼拜二毛蟹日，买海产丸就送你一只毛蟹，台湾海产丸拢有8款海产，敢若卖60块银。原来是因为厝内是海产中盘，会当摕到俗骨大碗的海产，伊才会决定要家己出来创业卖海产丸。特别这几年物价拢已经起价，这间店已经4档外，拢唔捌起价，希望请更加侪人来交关。拄煮好的海产糜吸入去碗内底，有虾仔、花枝、蛤蟆等8种海产，加上真清的汤头，食起来真清甜。一碗青草的海产糜才干那卖60块尔尔。逐礼拜二的节日日，头家拢会加送一只节日互你，互真侪消费者食甲足满足的。汤头很鲜美，然后海鲜很新鲜，超便宜，又新鲜又好吃。有在别的地方吃都要80-90块，对，料好像还没有那么新鲜。在这里就是赞。一只吹好的牛脚蹄甲那虾摆出来，上青的金仔会当食到上青的海味。头家逐礼拜二固定会传2种当钓时的金仔来照顾人客。这些都是自己家的海鲜，所以成本上还是可以控制得了。另外料嘛同款真济，阁有一碗蛤蟆糜，嘛是真济老主顾大概来拢一定会点的。这边大概15颗左右。一杯蛤蟆加上一杯青菜做伙煮，唔免下什么咸正。其实蛤蜊加的这么多，然后它味道其实是很够的，本身的味道。78年厝的头家家己创业开店已经有4年外，因为是屏东东港人，规家伙仔上北来桃园探食，才会来卖海产糜。很像南部在吃那种泡饭、本汤，因为我本身是属于南部人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口感的。如果叫我南部人吃糊糊的，我真的不习惯。就是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卖家己爱食的物件，含价钱嘛袂讲真贵，店开到单拢卖甲足俗的。黄凤燕捌伫饮料店做过，月给15,000块，因为家己过去嘛真辛苦，所以就真为消费者咧想。因为现在薪水真的还蛮低的，然后又一些很多小资族，然后可能你要省这个，然后存不了钱，然后想说，干脆我帮你们省钱吧。我觉得不要让自己那么的有信心了，因为它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对，我就一直抱持着这个念头，然后让它更好。来北部拍拼，黄凤燕靠俗个大碗的海产糜，把名声做出来，要互更加侪人食到伊用心来煮的好食的海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